中風嘅病人喺佢哋康復嘅過程之中，點樣重拾翻日常嘅生活呢？首先最緊要就係我哋嘅團隊要同中風病人同埋佢哋嘅家屬制定個人化嘅治療方案，包括制定個人化嘅目標。我哋要睇翻唔同嘅中風病人喺中風之前，佢哋嘅生活方式係點樣。有部分病人佢哋係比較活躍嘅，譬如喺中風之前仲打緊網球。而有部分病人佢哋係中意四圍去旅遊，中意坐遊輪啦，或者係落地行山嘅。咁針對唔同嘅病人，我哋就要揀翻佢哋嘅 priority， 即係佢哋注重嘅方面。譬如中意行山嘅病人，我哋要針對翻佢哋體能方面進行訓練啦。而中意上遊輪或者較注重外表嘅病人，我哋就要仔細地執拾佢哋行路嘅姿勢，等佢哋行起路上嚟同正常人係冇誤。又以我哋現有嘅中風病人嚟作例子，我哋有位病人蘇太喺出院之後1年，仲固定會翻嚟我哋中心接受治療，因為佢喺唔同嘅階段有唔同嘅目標。舉例啦，喺啱啱出院嘅時候，佢會想有固定嘅運動訓練，等佢可以有足夠嘅體能適應到佢每一日嘅生活，出席唔同嘅飯局啦，或者唔同嘅社交活動。跟住下一個訓練嘅目標就係佢想着住高踭鞋都可以活動自如，參加到唔同嘅宴會，所以就要喺着有踭嘅鞋方面提升到佢嘅平衡程度。另外有一啲更加細微仔細嘅訓練，譬如揸筷子或者一啲要高度靈活技巧嘅手部訓練，亦都喺出院之後嘅 follow up 會跟進。所以總括嚟講，中風之後嘅康復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係一生人嘅奮鬥。我哋有個病人講句説話好好，要從現實中學習。當中風之後，病人逐漸恢復翻以前嘅生活嘅時候，佢哋就會發掘到新嘅治療目標，而我哋嘅團隊亦都會幫病人達成到呢一啲唔同嘅治療目標。中風之後，病人你要行得翻、食得翻嘢，你為嘅其實就係要做翻以前嘅自己，重拾翻以前嘅生活。